今年风暴1月，元宵节前后了，风暴呢是正月14、15嘛。灯节1月18号，灯节1月18号到2月9号，1月29是大年初一嘛，可以搜寻一下。这个是旧的哦，2022年了。盐水灯节2025年的。好的，关于2025年盐水灯节，我可以为您提供以下资讯。2025月金港灯节，光的年轮。月经港时间：2025年1月18日6至2月16日日。地点：月经港亲水公园、盐水历史街区、宫19口袋公园。主题：光的年轮。这届灯节以光的年轮为主题，象征着月经港灯节的成长与累积。透过灯光艺术，将时间的流动与空间的交织呈现在观众眼前。4大展区精彩可期。艺术灯区集结国内外艺术家，创作出多件大型灯光装置艺术，将月经港打造成光影交织的梦幻世界。巷弄灯区将灯光艺术融入盐水老街的巷弄之中，让游客在漫步时能感受到不一样的视觉飨宴。月经超新星以船屋为舞台，呈现独特的灯光表演，让观众感受水与光的结合。宫19口袋公园新辟的展区带来更多元的灯光艺术作品。活动亮点：开幕晚会邀请知名艺人及表演团体，带来精彩的视听飨宴。水上剧场在月经港上打造水上舞台，呈现结合灯光与音乐的表演。艺术家驻村邀请艺术家进驻盐水，与在地居民互动，创作出更多元的作品。交通资讯：建议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前往，可搭乘台铁至新营站，再转乘接驳车或计程车。更多资讯，请参考月经港灯节官方网站或粉丝专页，获取最新活动资讯。想了解更多吗？我可以为您提供更详细的资讯，例如